北外环自救会成员针对第4期的工程去得掠弯，无沿着咸水溪北岸来兴建，而横跨咸水溪以高架来行经中华路的路面，影响着当地居民的权益。经过向立委陈椒华来订正，内政部营建署嘛已经暂缓设计作业的定时，等待市府确定路线，并且协调民众以后，才煞办理细部的设计。对此，立委服务处上午嘛邀一时间单位，甲民众来协调。自救会成员强烈表达诉求。无到4.5米，讲甲你拉这啦，你有法度接受吗？你有法度大吗？你互我都挖落，破产呢？这做了规排拢破产呢，而且空污有够严重呢，无到3楼悬呢，上下震动，空污下骹搁电磁波。我要互台湾省的人所有甲我感动，这敢有人支撑得了？转一大堆就对啦，甲事实拢无同啦。恁甲看事实，福安路有15米，福安路有15米，这个爆花有15米至20米，吼，你甲看，后壁就对啦吼，搁会当做棒球场啦，搁会当做棒球场，你甲看这个环境啦，这个环境唔做啦，甲我做中华路离咱的厝讲无到4.5米，恁的门口出来无到4.5米，甲你拉这个物件就对啦，你甲看，安尼你会挖袂挖啦？针对自救会诉求，内政部营建署南区工程处嘛表示，路线的规划原台南县政府的提议，以堤防加高架道路共构的方式，横跨咸水溪到南环的路线，并无改变。至于自救会依路，营建署嘛以详细的影响来施作。我们台南都会北外环在营建署施作在1期的部分已经在104年完工，并且通车。那3期也在去年完工和通车了。那现在我们在施工中的是2期。那今天比较有争议、有民众疑虑的地方是我们4期的部分。那4期的部分是从西顶寮大桥往西延伸到那个安平方向的大港观海桥台17线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这一段目前居民还有争议的部分，我们当然之前都有协调过，那我们也尽量跟居民沟通，那采取全县市影响最小的方式去施作。那有关居民的疑义，我们除了增设隔音墙，那维持交通施工的时候那个原有车道的数量，那不会去造成居民的那个进出的困难以外，我们还会再减少那个设计的量体我们本来是设计混凝土桥，那我们现在这一段有争议的中华路，我们也采钢桥的设计，那可以减少落墩数，减少梁身，那整个量体看起来就会比较小。上午出席协调的有市府工务局、工程设计公司、营建署、甲自救会发起人蔡善珍、郭泰林等大约20外位的成员。而立委陈椒华因为人伫台北开会，有立服务处的副主任蔡明燕来代表出席。服务处表示，因为该案伫去年就曾经召开记者会，认为公听会甲环评的听数有瑕疵，因此呼吁市府应该重视居民的权益，持续来沟通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